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块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俗语伫咧讲啊，食着药，青草一叶；食唔着药，人心就一少。有影呢，人心是贵松松呢。人若是破病吼，就食着药；若食唔着药吼，就一叶青草变做是一少的人心，安尼就是有影吼，真开钱啦吼。所以讲以早的人其实要食药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要看西医，唔是遐尼普遍啦。咱古早其实拢是摕药单去贴药啊。台北有一条街以早互人讲做是救命街迄个所在专门就是互人咧贴药单的所在，咧掠药的所在。咱到底迄个所在是生做啥物款？到底有啥物款的历史？咱就做伙来去看卖咧。都有钓各种食物的顶仔卡行过。闻到空气内底有小块青草味，唔知影命药草都涂甲炖甲天崩。单车面顶有写真特别名字的青草地，壁顶有吊若像捌看过的草药仔。咱唔是伫咧花市。这是影响台湾百外档乡民生活的青草巷。咱拄食伫这 VCR 内面看到一条短短的一条巷啊吼，但是内底拢全这个真香的这个青草味，而且唔那是这个味真香哦，内底佫顾着咱的健康哦。对以早到今其实不断咱大家都咧运用，去行到位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时阵，你就去到遐有影是一个无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讲，咱今仔日呢，嘛真欢喜要来甲大家来分享着关于着艋舺青草巷的这个历史故事邀请到一位这位嘛是传奇啦，有影伊的名就号做传奇吼，这是咱台北水塘口文史工作室的这个高传奇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还记得我以早细汉的时阵去到遐，毋是讲迄角是，当时讲几片嘛吼，毋是讲干那一条短短的一条巷啊。台湾大部分拢是安尼，一开始拢一间店，迄个一个店啦，嘛规厝变一条街啊，嘛变几片是一片吼，所以青草巷古早共款啦，个遐拢30-40间以上啦吼，伊较特别就是迄条巷仔内底，所以人讲迄条巷叫青草巷。讲坦白的啦，就是规个面啦，龙山区边啊西昌街边啊遐，甲根州街等外迄个所在，迄规个拢叫青草巷。像拢毋是伫咧艋舺的别位所在，是敢若是伫咧这个所在会遮尔济这个青草店。应该爱安尼讲因为艋舺龙山区边啊加起来差不多有20-30种。足侪物件给遐卖吼，青草巷给遐是上重要就是讲伊拄啊靠龙山市边啊，过去佫有啥专门卖价针的，过去佫有专门卖饼的，后壁边啊巷啊佫专门啥卖咱讲的拜物件刻迄种神像的，无就是讲卖迄神道的，卖迄八仙菜，毋过搭一项物件无去卖，啥物死人的物件，因为咱以前台湾人较特别就是讲死甲。死物件会分开，所以龙山区后壁以前古早后壁就做啥？做棺材，做古抓厝的分迄种什么素的要出山，所以龙山区头前会使讲当两种行业，就是啥？活人的，咱普通时个生活的；第二种的要拜用的，神明的，是安尼。古语讲食衣住行，啥物拢要用着。古早无医生馆呐，医生无做时阵拢靠迄青草。应该全台湾即马讲有16个关市啦，368个乡镇，每个乡镇拢有一个老街啊庙边拢有1-2间青草店。是。为什么？因为青草店就古早的，人个讲化药膏啦，卖青草拢伫边啊为什么青草店后来伫艋舺会变规厝因为迄搭以前拢大好野人。是。因为迄搭咱讲1府2路3艋舺，迄搭以前做发展过另外上重要是啥？甲普通人有关系是啥？古早毋是人去青草巷以前做侪罗汉脚，无就散车人，是无药啊，无钱去看医生的伊拢是第一个毋是去青草巷，迄青草巷买青草嘛爱钱的，是啊，伊是去到去庙内底，伊是香拢用中药做的，是，人讲闻香就好。当然你即摆去袂使骗香啦，因为
香做侪拢化学做。拢化学啊。对啊，第二个咧较特别，拢爱食补。对无吼？啊，以前有迄单补甲热天嘛爱补对无吼？啊，食补咧吼，你若讲恁仔人哦，身躯生粒啊啦，太高边啦，啊无讲较无胃口食饭的。吼，啊阿公阿嬷就带去青草行讲啊，头家你后拆一个吼，阮恁仔吼会使热天啦吼，较清凉的再食饭落去吼，啊无就讲恁仔要长大人吼，啊慢慢就去食好到小补，啊伊搭就慢慢起来啦。所以以前古早的放假，伊是台湾的。一个小缩影就对啦吼，做侪古早的社区吼，拢足少有迄西药办的，大部分是食这古早的物件。咱讲的吼，民俗疗法啦、药补啦、吼青草啦、吼食蛇汤啦、吼啊，无迄偏香就好啊。哦，当然，咱会看讲，即个目前吼，咱即马台湾哦，会当算讲剩三大青草行嘛，会当算讲安尼嘛。伫咧台南有一条，啊台中啊，就是咱台北湾家吼。这青草行吼，你讲。结市规条巷啊，是100多年，是100多年有啊啦吼，所以你看一条细条巷45公尺，迄内底吼有5、6间拢100多年的店。华人社会即摆会使讲啊，因为阮全世界去40几国家吼，200几个城市啦吼，连迄中国吼要安尼结市遐侪青草店足少。所以阮遐毋是讲全台北、全台湾，应该会使讲这全世界啦吼，唯一吼有20-30间店吼结市伫遐。是。啊，你讲食好到小补，有诶后来民国50几年、60几年来吼，啊内底拢占满啊，对无吼？开碗啊就伫边啊，啊就开足侪间诶吼，啊开斗阵。啊所以上有特色的就是外国人啊小朋友拢常常去遐做实习啊，拢行一条巷啊。啊，阮大家拢讲啥？就敢若你去吼，你要用片诶。是。你若多伫遐片3分钟，吼。啊摆的，你的性命可能加30年，30秒，啊30秒咧，吼，你的语言交代了够有够。伫咧差不多10几年前就感觉讲，这个所在破过了数啦，吼，啊开始做天棚啦，做迄较好的涂骹啦，吼，啊边啊用迄解说的文字牌，吼，啊甚至进几项较新鲜的青草给小朋友看，啊所以包括台北市哦，以前我记拜六假日做吼，台北市做做迄。人文资优班，吼，因拢爱写一寡调查对无？青草行是足侪老师指定讲你来遮看者，啊写论文，吼，啊甚至来看卖讲祖先为大陆来慢慢传过来，过了1000年对无？吼，啊为啥会记遮放假？吼结市啊结市100多年，吼啊毋是讲台北人来啊，连个外国人嘛来，吼啊连个中南部来，吼啊来放假创啊，梁山去拜拜啊，啊拜了咧，青草含啉青草茶，苦茶青草茶啉者。买一寡青草转去啊，吼，保啥保腰骨酸痛啦，吼，啊无啥吼，咧头壳痛啦，啊无啥，伊种咱讲的啊，食较袂落啦，吼，啊无就迄啥有生粒仔的，古早人拢是安尼。真侪外国人是啊真好奇，讲是安怎啊？恁若感觉讲你身体无爽快，应该去看医生啊，啊是安怎去迄个青草行咧去啉茶吼，伊就袂理解这个物件。以前民众吼，就像我安尼一般人，啊是免啊去知影讲什么药草啊，什么这青草是要贴什么药啊吼。细汉时阵。教科书内底拢有讲啦，吼，啊，什么神农尝百草，生到上尾伊家己翘起，啊，大家拢是啊，去大自然学习。是，你看动物受伤吼，啊，草啊高高就好，吼，啊，较特别啥，大自然的变化就是伤寒你爱食烧的物件，受冷爱食迄种热的物件，安尼啊中好。啊，所以古早这青草行的店吼，拢是啊，头家可能捌药性。伊家己也慢，以前上侪淡水河边会使慢，后板上侪就寒风草，已经讲灰机草，啊个啥草仔根滚会使褪血，吼，啊无就慢一寡啥，咱讲的哦，咱讲迄什么，迄种鱼腥草，啊就慢一寡芦荟，吼，啊伊这遮侪种物件吼，加起来3000几项哦，是吼，即马有的店内底佫会使摆几落千项伫的吼，啊上无佫有300-400项，啊你若去调查看哦，足大。比例吼，拢是啥？甲动物的苗有关的。是吼，像讲鱼腥草，啊不是讲高尾，偏起来就迄个鱼的臭臭味。臭臭味是。嘿，莫壁加抓，有叫暴毙蟑螂，吼，伊台语叫莫壁加抓，吼，较大粒啊，吼，尾较大地，较细地尾较细粒尾较细，伊个钉啊，你打落了对无？两三个拔起来。龙就了啊，啊你拔起来就好啊。啊，所以你即马你讲阿公阿嬷啊小朋友讲，哦你去楼口买一袋膏药，小朋友讲，赶快是药，安尼我来屈臣氏买。是。啊，你屈臣氏来 sales 讲我要膏药，伊讲啊膏药啥会听无？啊，个青草行内底吼，100多年的店内底吼，有1、2间专门去做膏药，就是买得到。对啊，你看青草膏、青草茶、青草的
你讲咱讲的膏药啥一堆拢是个遐。吼，啊，另外就是讲，咱去求神拜拜的时阵啊，会去有迄个以前讲有迄个药签嘛吼，啊，要抽这个药签的时阵啊，大概你讲是神农大帝，啊，个保生大帝对吧？对。好，通常是这两位嘛，因为伊拢是管医药、管药草这样的物件。啊，即马敢有咧用这个药签？即马无安尼，因为伫十几年前开始吼，台湾的迄什么医疗法啦吼，规定讲吼，你以前有一个命令咯吼，白纸写互你吼，啊，迄青草店的头家讲，啊，摆你要抓青草茶，后来买的人啉，爱医生开证明，哦，安尼，因就做火大哦，迄头家可能家己啉青草茶的火嘛，无法退落去哦。啊，后来因为啥？后来取得平衡就讲。好，咱这个卖做药啊，用咱去做啥？咱讲的咱家己的生活疗法对无吼？咱讲补身体，所以你青草茶免经过医生吼啊，你嘛袂使怪力乱神，讲啊你一定爱去龙山寺拜拜啊，摕药签对无？啊去用。龙山寺以前古早有药签，所以伊边啊吼有迄中药店甲青草店吼，迄较老的吼，你若讲我要龙山寺第50。6号的药签，伊就有法度互你贴。然后啊，老一辈拢看梁山药签加食，啊，即马当然无啊啦吼。你若讲规巴肚火，吼，啊无就恁仔要等大汉，吼，啊无就讲咱过单啦，吼，要补单创啊，拢会去买一寡物件来炖啦。啊，即马要家己炖的足困难的，因为你无可能讲用迄土团的慢慢生火，因为连个生火就无法度生起来，对无？迄较少年接手了，对无？啊。迄种吼古早店面用较水的，啊变成啥用迄现代化的吼，啊咖啡共款泡互你啉，啊加一包一包你会使买回去。当然啦，随着时代改变啊，有一寡思维哦已经无共款啦，但是伊的功能依然也是存在。啊，想要知影讲以前的青草行甲今麦的青草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如果是啥物款的因素，或者青草行会去转型，到变成今仔日的模样呢？咱先来休困一下，然后再来继续来了解到咱青草行的历史甲文化。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一支好无？买一张好无？要较大张啊，较细张。啊，你这食完到食这个，一工一包啊，啉烧的，莫啉冷的。以早有钱的人才有材料看医生吼，无钱的人就是一定爱买草药，顿拢煮大鼎细鼎，拢安尼煮。早期台湾人的生活拢甲青草行有关系，啊，毋过对时代转变，青草行已经对生活必需品变做观光景点。青草那个最丰收的地方是哪里？我很好。树地青草店，一间超过100档的老店，见证青草行的起起落落，即马是第3代头家娘拿秀兰所经营的。阿嬤的相片，吼是安怎来个定钓的食呢？就是讲要互人客来遮认吼。以前的人毋捌认嘛，大家拢要讲找阮这间老店，拢认阿嬤的相片。阮这间店吼，阿嬤伫遮的时阵有差不多130几年。青草行车业的光景已经无像较早，啊，毋过也是有一群人坚持伫这条超过100年历史的街业，守护台湾的乡民文化。即摆上班族的人足多，啊，为要保养身体，阮即摆一条台拢原做茶包，吼，茶包直接要啉，烧水泡落5分钟就使啉啊。红起去、黑去大，也无爱遐，就食简单的用泡的就好。有诶吼，医生讲已经吼看你这病已经看无效啊吼，啊，足侪人来摕草药落食，死马当做活马医，啊，足侪人嘛食甲活跳跳啊。啊，这做几遍？做一摆尔准地啉。青草啊，甲咱一般所了解迄个汉医啦、中药吼，迄有啥物差别？上大的差别就是讲吼，青草店吼一看拢植物，对，啊中药店的你也定下去，你看伊拢有迄一空一空的玻璃缸啊，底啥？是，有的会底壁虎，哦壁虎龙说对无？啊有的底咱小时候看迄小河马，哎对，啊有的可以啥？迄啥物人参啦，吼啊啥物物件，所以有3点较无共款。第一个就是青草拢是啥？较新鲜的，以前可能伫你生活边仔就捌拢青的啦。
啊，即摆当然台北拢都市化，啊，所以话南部搬过来，啊，一定无进口，因进口佫坐回电机车成本袂好啦。以前人讲，其实讲到迄台湾白亚酒讲啊，上青较大声，青草就是上青啦。是。啊，中药甲西中医啊，吼，咱讲的汉医吼，特别就是讲，伊的足侪拢是啥，已经干燥过的，所以足侪可能拢爱为大陆迄种咱个原乡过来。是是。哦，伊个为倒为迄参江过来为反而过来，所以即摆咱足侪迄中药的药材对无吼，台湾自己无生产，那为外国过来对无吼。啊，第三点较特别，为虾米？咱讲除了动物、植物啊，甲一种迄种较轻啦，啊有诶较远过来对哦。汉医甲西医、甲中医各一个物件就是啥？伊的药单吼，还是古早传过落来，啊，所以为什么有中医的认证对无吼？对，啊，伊这种青草是啥？拢家己加团的吼，所以你去青草店吼，啉迄青草茶，啉起来拢是青草茶。但是迄内底配方无共。对，啊，可能大家拢摕薄荷对无吼？啉落凉啊，甲你啉起来大家拢无共款。大陆伊嘛有青草茶啊，是啊，伊叫迄凉茶，哦，啉起来拢较甜对无？啊，咱台湾的是啥？因为咱台湾即搭较热，较烧热，所以伊会用迄薄荷。汉医啦吼，你会使讲包含中医，甲包含青草。啊，咱讲的中医吼是食的较特别个，伊传来对无？啊，较有迄种系统，啊，这拢是算民间疗法，所以伊这当然在讲吼，咱讲做药补啦，吼，做日常生活需要的来补助辅助。啊，你也讲食的吼。破病啦吼，人个青草茶老家嘛拢讲啊，你也讲啥？心脏无好，我无可能开一个哦，你食心脏，你看你要增瓣膜啊，你要去找西医。啊，你也讲较慢性的对无吼，你要慢慢缓解，你会使食中医慢慢好。啊，你也讲普通时啊，要食要固筋骨，啊，你也要小朋友较好当大人，啊，你困较困得落去对无吼？你会使用这啊，伊这青草毋是单食啊，毋是单啉啊，台湾热天上惊满糖。是。满糖啥？你大概拢爱用迄蚊香对无？即摆无你就是去用一个药包对无？乖吼，满糖拢袂记你边啊。端午节除了吃肉粽，小朋友做香包，而且香包真的放在你的书包、可以列书桌，除了保平安之外，真的一些蚊虫也不会欺负你的对。我讲啦，有效一间就好啊嘛，对无？但是为什么这么侪间，不是大家竞争，是因为吼大家拢家己有家己的秘方啦。可比讲我习惯去啉伊的青草茶，啊我一间安尼，所以讲大间吼无咧互相竞争啦。主要就是讲大家拢有家己的功能，甲无共款的这个面向的需要啦。去挽草的人较少啊，因为拢较老啊，对无？啊你也要挽较特别的对无？吼，因为竞争。就讲像出钱较悬，对无？啊，第二个啥？因为青草吼，因为做早拢是挽草人吼，为山顶、三峡、大溪、阳明山挽来对无吼？啊，店啊未开到新牌边啊，吼，啊，拢规撮对无吼？啊，这挽草的人较少啊，吼，伊就讲啊，你是徛我遮边仔的人是卖徛，所以因变成有草的竞争足多。啊，第三点较重要，即马因为足多人要食这对无吼？环境的物件愈来愈少啊，所以即马拢用进的。啊，真诶，即马有一大堆问题，就是啥，爱摕农药，啊，搁是啥，可能会头干干掉。所以咱讲吼，青草这物件是以前上天然诶，即马袂使讲上天然诶，因为啥？因为内底有经过人诶加工过。所以讲，这个百多年的一个演变啦，吼，咱看到讲这个青草行啊，伊这个过程吼，会当算讲是甲咱现代生活吼不断咧改变甲进化。根据老师你的研究甲了解，你在地的人吼，自细汉看到大汉，甚至讲几落代拢住伫个艋舺吼，啊，你见证了后吼，你会感觉讲这个青草行以早甲即马有啥物款的差别啊？第一就讲吼，挽药啊、挽草的人愈来愈少啊，因为迄种老啊，而且迄少年无法度接起来，因为迄。你袂使挽起来拢是杂草啊！哦，你看山顶生的拢共款，啊，可是人咧挽药啊、挽草的吼，伊嘛是组团过落台呢。是，伊知影讲哦，这是一叶草，吼啊，这是高尾仔草，啥伊知影挽，所以迄无共款。所以即马做侪啥，拢中南部来，啊无就是啥，有专门给种药草的人。哦，这就第一个上大无共款。是。啊，第二个啥，古早的店吼，有诶啥吼，拢临时的吼摆庙口用搭，对无吼？啊，即马家己拢有一间店。是。啊，毋过你看内底。空间拢有限吼，以前会使摆一堆，即马可能摆一丝啊尔吼，啊做侪拢是啥？经过人工加工的迄药包一包一包，就是互你等去抓泡较简单。是。啊，第三个改变是啥？吼，青草店的头家拢讲嘅，你若讲青草店吼，啉青草茶啊，买药啊，完全拢是60、70岁人，而且一定会办败去。所以即马开始希望啥？少年会使入来，外国人会使入来。
所以开始会学这故事。哦，里面青草茶啊，不是单青草茶啊，因即摆有做啥？枸杞菊花茶，是伊迄拢用杏枸杞菊花茶用蒸馏，你看起来加白骨水哦。啊，毋过啉落淡淡的菊花的味道，当然一杯比迄青草茶贵2倍，因为用蒸馏，对无？啊，个少年可能爱食啥？皮肤较好的，啉落丢的那种，就像用迄芦荟。芦荟一下会使顾皮肤的，个另外一个改变。古早青草汉啦吼，要入去到后壁弄迄啥，较老的店会提供免费的青草茶予人啉。古早人讲红茶，是红茶。啊，即马咧，因为茶爱用卖啊，啊就开始无共款，无啊，吼。啊，红茶讲阁有啦，啊愈来愈少啊，吼。啊，另外较特别的啥，以前拢是老人去买。啊，买了就传到啥？传到囝里讲阿伯吼，你也要食啥？会使来遮买创。是。啊，即摆老的吼，无传到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拢不爱去啊。是。吼，啊，结果即摆除了断层之外吼，以前吼，你也记咧台北市政府吼拍开伊个啥物导览手册啊，主动介绍龙山区，介绍龙山边仔的佛具这啥青草店拢无。即摆政府的手册拢会介绍讲啊，青草汉呐，像有啥物特别哦啊，甚至文化局甲文化部啊指定为重要的。人类文化资产，即摆青草巷内底吼，佫有几间店吼，就是伊边仔佫有迄巷路，是，伊替你抓，所以有啥行过去吼，你用片的，你会闻到迄青草味，啊佫闻到人迄拄啊抓好的味。即个甲用巷路咧抓，甲即摆有一寡电动的，迄款电器的，就是讲有一个壶吼，啊你等插电了后，你会当摕去抓，啊即款是倒一款较有效。古早的迄汉语哦，强调。袂使伤大，嘛袂使伤淡，是袂使伤烧，嘛袂使伤冷。迄叫啥？慢慢用起来叫温润。是，爱拄啊热甲冷中间温，大甲淡之间润。啊，这个你若讲用，古早是用炭火慢慢用，啊，你若火伤大，内底个起啥物稻壳创啊，慢慢会降低创啊。是。即摆拢用迄电的啊，较紧啊，插电的迄啥物炭焙炉啊，啊，因为现代社会你无可能住在大公寓大厦，无迄公寓啊你。用一个焊炉啊，给它慢慢抓，加在迄100年老店哦，有替人去抓药啊，你扣好对无吼？啊，你讲厝内歹抓对无？伊会替你抓好。啊伊啊，你讲哦，你婚纱等单时间，啊你等去无食你也冰个冰箱啊，出来时阵用迄温水啊，佮泡一下，啊就使食。有当时啊，咱拢即摆拢爱讲爱慢活啦，吼，啊慢慢啊活，啊慢慢啊顾，啊，互你的生活吼，甲即个大自然吼，会当安尼调和吼。其实吼，这是爱时间来用啦，毋是讲啊，迄个物件拢快速的，即个病哪有可能马上就好。所以讲，即个食用食补嘛是共款啦。咱咧食即个物件嘛是爱豆啊来调，豆啊来用吼。这就是吼啊，纸嘛是有较纸的功能啊。咱即摆已经真罕咧做即件代志，不过呢，有影是伫咧网咖即个所在吼，也是保留了真侪即个传统的生活的方式啦。其实即个青草巷的历史吼，嘛是反映了讲即个网咖的历史啦，反映了以早的人民生活中间的经济啦、信用啊、甲医疗的情况。经过了超过100年的历史吼，伊依然也是生生不息，永远不断哦。报道歌丁用台湾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丁。多谢老师呢，你甲咱分享这非常的厉害。我感觉讲这个青草有影是吼，食毋着药啊，有影是会食。